生氣不如爭氣。大家好，今天想和大家聊一個特別實用的話題，怎麼學會不生氣，把脾氣變成前進的力氣。俗話說得好，愚蠢的人只會生氣，聰明的人懂得爭氣。這句話聽住簡單，卻藏住過好生活的大道理。誰的人生沒遇過糟心事，被欺負、被忽視、遇挫折，第一反應生氣太正常了。可生氣這東西根本解決不了問題，還傷身、傷腦，甚至讓人衝動做傻事，最後後悔一輩子。人生有順境就有逆境，有高峰就有低谷。因為一點不如意就垂頭喪氣，滿嘴抱怨，那只會一直當弱者。真正的聰明人從來不浪費時間生氣，而是把這股勁兒用在爭氣上。這裏有個真實的小故事。有個叫黃有福的人，生在窮人家，小時候總被伙伴欺負，被人往頭上扣壯兮兮的草圈，還被嘲笑沒帽子戴。換作別人早就氣得打一架了。可黃有福知道打架解決不了窮的問題，還會讓家人傷心。他的家人告訴他，物質上比不過別人沒關係，能在學習上超過他們，這才是真爭氣。從此之後，不管別人怎麼取笑，黃有福都不往心裏去，一心埋頭讀書。別人問他怎麼不生氣，他就說生氣有什麼用，不如多學點知識。最後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重點中學，考上大學，找了好工作，徹底改變了命運，活成了真正的有福之人。你看，生氣是最無用的內耗，與其浪費時間怨天尤人，不如反觀自己。就像同事升職加薪，你還在原地踏步，與其氣得飯都吃不下，不如想想是不是自己專業不夠，能力不強，把生氣的時間用來學習做事情，慢慢積累，遲早能為自己爭一口氣。有位哲學家說得好，要定時清理心裏的雜念，把不開心的過往歸類丟掉，否則這些壞情緒會擠爆我們的內心。而清理壞情緒最好的辦法就是低頭做事，埋頭耕耘。現在很多人都想一鳴驚人，幹一番大事業，可就是不願意做小事，天天空想，最後看住身邊起步晚，天資不如自己的人都有了收穫，自己卻一無所獲。這不是上天不給機會，而是只等豐收，忘了播種。俗話說，唯有埋頭才能出頭。人就像一粒種子，不經過在泥土裏掙扎的過程，永遠長不成參天大樹。有個天天想幹大事的年輕人，被人叫空想家。他跑去問智者，怎麼才能出人頭地？智者拿了一包9月菊的種子，讓他想辦法讓種子早點開花。年輕人說，把種子埋進土裏，它才能生根發芽。智者笑了，說，你早就知道答案了啊！這道理其實很簡單，做人做事都要埋頭，沒有誰能一步登天。哈佛高材生史蒂芬想進知名的機械公司，可公司不缺理論派，他就放低姿態，免費去公司掃廢鐵屑。別人覺得這活兒沒出息，他卻一點兒不馬虎，還趁打掃的機會，把公司各個部門的生產情況摸得一清二楚，記下所有技術問題，花了1年時間研究改造方案。後來公司產品出了大問題，訂單全被退回，董事會開了1天會都沒辦法。這時史蒂芬闖進去，不僅閱清了問題原因，還拿出了完美的設計圖。最後這位清潔工直接被聘為公司的副總經理。你看，一時的低頭不是認輸，而是為了更好地抬頭。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，都是跑向成功的路。生活從來不只有陽光鮮花，還會有各種阻力和麻煩。與其被阻力打敗，不如把它變成前進的動力。瑞典化學家諾貝爾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小時候愛玩火藥，
被父親嚴厲禁止，可他從來沒放棄對科學的熱愛。長大後研究新式炸藥，實驗室發生意外，親弟弟不幸遇難，他把悲傷埋在心裏，把實驗室搬到湖心的船上，繼續研究。後來他發明的硝化甘油炸藥被廣泛使用，卻因為操作不當頻繁發生爆炸。各國都下令取締，換作別人可能早就放棄了。可諾貝爾卻把這份阻力變成動力，一心研究更安全的炸藥，最後不僅解決了問題，還在硫酸生產、冷凍設備等多個領域有了發明。最後他還用自己的財產設立了諾貝爾獎，成為影響世界的科學家。諾貝爾的成功不僅在於他的發明，更在於他敢於把阻力變成動力的勇氣。生活裏的阻力無處不在，可只要你不懼怕，它就會成為你成長的墊腳石，讓你走得更穩更遠。說到這裏，還要提醒大家，千萬別和人鬥氣，智者只鬥智不鬥氣。生活中難免和人合合碰碰，一不開心就睚眥必報，最後苦的還是自己。有個叫敏的人，工作有點成績就變得驕傲自大，對同事、領導都擺架子，大家慢慢都不認同他。領導看在他有能力的份上，不點名批評了幾句，想讓他改改。可敏不僅不反省，還覺得所有人都針對他、嫉妒他，一氣之下遞了辭職信。本以為領導會留他，沒想到領導直接同意了。這下敏更氣了，覺得自己被耍了。離職後到處說老總的壞話，還去上級部門舉報，最後查無實據，不僅丟了好工作，還把自己的人緣徹底搞砸了。你看，和人鬥氣不僅會讓你忘記自己的目標，還會浪費時間和精力，最後滿盤皆輸。真正的聰明人從來不把時間浪費在無謂的爭執上，不管別人怎麼對自己，都堅定地朝住自己的目標走，甚至不跟別人鬥，只跟自己鬥。把壞脾氣、倔脾氣都收起來，把勁兒用在爭氣上，這樣身邊的人自然會對你刮目相看。除了不生氣、不鬥氣，還有一個重要的道理，與其改變別人，不如改變自己。生活中到處都是這樣的抱怨，嫌伴侶不夠好，嫌孩子不聽話，嫌同事不合拍，總想讓別人按自己的想法活。可改變別人哪有那麼容易？對方做不到，自己就生氣抱怨，最後搞得兩敗俱傷。有位女士，孩子夭折，丈夫離開，萬念俱灰，想跳海自殺。船長問她：你現在和2年前的你有什麼區別？女士曰：2年前是單身，現在一無所有。船長曰：你現在還是單身，人也沒變，只不過是回到了原點，為什麼不好好活？這句話點醒了他，最後放棄了自殺的念頭。是啊，改變不了事情，就改變看待事情的態度；改變不了別人，就改變自己。從前有個國王，出門走了崎嶇的山路，腳疼得厲害，就下令讓老百姓用皮革鋪滿所有道路。這明明是不可能的事，宰相就勸他，與其鋪滿天下的路，不如剪一塊牛皮包在自己的腳上。國王聽了，做了一雙牛皮鞋，徹底解決了腳疼的問題。這道理多簡單，很多人總想讓世界適應自己，卻從來不想住改變自己。夫妻之間互相想改造對方，親人之間互相要求，最後只會產生矛盾。改變自己或許很難，要和多年的習慣做鬥爭，但只要你願意改，就會發現生活裏的很多矛盾其實都迎刃而解了。最後想睡，當你遭到冷遇、嘲笑、白眼的時候，不必沮喪，不必憤恨，最好的反擊從來不是罵回去、爭贏去，而是充實自己，贏得成功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高中畢業的時候，
因為老師當眾問了優秀的同學查理，心裏特別不平衡，帶住同學去質問老師。老師說，查理是靠自己的努力贏得我的欣賞，你們做得好，我也會這樣對你們。這句話不僅激勵了查理，也讓道魯們記了一輩子。最後兩個人都靠自己的努力成為了優秀的人。查理後來當上了白宮首席秘書，還專門打電話問老師，現在的我值得你的一個吻嗎？你看，別人的冷遇和嘲笑對弱者來說是打擊，對強者來說卻是前進的動力。與其浪費時間和別人爭辯，不如把這股勁兒用在提升自己上，因為爭辯的贏只是口頭的快感，而靠自己努力贏來的成功才是最硬氣的反擊。世上從來沒有不勞而獲的成功，也沒有解決不了的煩惱。與其生氣、鬥氣、怨天尤人，不如埋頭做事，改變自己，把阻力變成動力。記住，生氣不如爭氣，行動才是最好的反擊。從今天開始，做一個不生氣、只爭氣的人，你的生活一定會越來越好。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俾個心心，加埋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。拜拜。